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新竹市棒球场征收也未验收，就来启用，害球员来受伤。上届食力的是富邦悍将的外野手林铁轩，去上到倒手的惊吓。林铁轩甲富邦球团决定要开刀治疗，嘛宣告这个比赛季拢报销了，讲复健期大约爱8个月。林铁轩伫个面册来发文章，讲伊即几工拢困袂好势，讲只要想到今年无法度伫个球场继续来奋战，就真艰苦。伊嘛希望各级个单位未来拢爱好好啊来重视，而且来保障球员拍球的环境。富邦悍将外野手林铁轩今仔日伫面册写讲，伊这几工来拢困袂入眠，因为想着讲今年煞来无到伫球场继续奋战，心情就真压榨、真艰苦。面对受伤开刀这件代志，想袂到会发生伫伊的身上，强调讲球场安全真重要，希望未来各级的单位要好好重视，保障球员有健全的这场环境，伊会好好复健，搁上场奋斗。看样子是直接接杀。林铁轩进前伫新竹棒球场，为了要新球造成倒边肩胛头受伤，决定开刀治疗，宣告这个赛季提早报销。复健期估计8个月，伊头一摆伫面册讲出伊受伤心声嘛，点出球场的问题。球场在这个开赛期间造成的选手的受伤，那做得不够好哦，我们表示歉意。那现在新竹市政府呢也持续在改善当中。前市长林志坚第一时间有打电话给领队表示歉意，并且对医疗协助尽这份心力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